原本寧靜嘅香港九龍石硤尾突然熱鬧起嚟，一批批江湖人物陸續抵達南昌街多彩酒樓。原嚟當晚係黑幫 14K 重量級元老華喜嘅壽宴，當晚開咗大約20圍台。雖然華喜已經一把年紀，但聲音仍然響亮，中氣十足，再加上樣貌惡形惡相，令人望而生畏。如今唔少當紅嘅社團大佬擺壽宴或婚宴，唔係設喺澳門大酒店，就係喺油尖旺嘅高檔酒家，以顯派頭，甚至宴席上大搞抽獎活動，幾十萬送出去，一啲都唔手軟。反觀華喜選擇喺石硤尾舊區擺酒，相形見絀，亦啱好見證舊派黑社會以拳頭行走江湖嘅日子已經沒落。石硤尾一向係 14K 嘅根據地，加上華喜亦喺呢度出身，所以佢決定喺呢度擺酒。呢個黑幫壽宴仲請嚟樂隊大唱尹光懷舊金曲，再加上一班上咗年紀嘅老江湖喺度飲酒猜枚，宴席間有啲好似屋村酒樓嘅聯歡會。雖然華喜曾經亦係響當當嘅江湖大佬，但佢後生嗰陣得罪本幫中人太多，當晚嘅賓客主要係旗下嘅門生。14K 其他字堆就唔見派人嚟，甚至連同門最中意交際嘅胡鬚勇同影星陳慧敏亦冇出席，反而曾經同華喜有過節嘅死對頭，當晚一笑泯恩仇，前嚟成為座上客。到賀嘅仇家中，包括曾經同華喜爭奪地盤嘅 14K 九江街負責人立章，亦係曾經同華喜發生衝突嘅另一幫派和勝和，亦不計前嫌，當晚竟然亦派出元老大飛同椰子做代表。華喜20年前已經轉移到澳門賺錢，再加上如今好多當紅年輕大佬輩人物同華喜又唔熟，反而以前嘅敵人識英雄重英雄，欣賞佢當年嘅霸氣。據悉，當年就職和勝和坐館嘅沙田咪亦曾打算前嚟道賀，但後嚟因大家唔同年代，好難揾到共同話題，所以就唔嚟同呢啲老江湖湊熱鬧啦。外表惡形惡相嘅華喜，名副其實係一名惡人，有 14K 罪惡大佬嘅外號。佢喺80年代開始彈起，成日好勇鬥狠，打橫行，經常同人衝突，好多社團大佬都唔敢惹佢。當年華喜喺石硤尾打好基礎後，佢為咗擴張勢力，連同門嘅地盤亦唔放過，曾經帶人踩入深水埗九江街，揾當時嘅 14K 立章同劉安談判。經幾次硬碰後，最後立章見呢個人真係不可理喻嘅惡人，為避免麻煩，最終應承俾華喜喺九江街插旗，開設地下賭檔。據 14K 資深成員根叔透露，70年代 14K 孝字堆最有名，九江街話事人立章同劉安屬於孝字，當時根本冇人夠膽行入九江街惡人谷。估唔到華喜嫌石硤尾細，要擴大版圖，想去九江街插旗，真係太歲頭上動土。華喜無非都係顯示自己嘅地位，佢同立章、劉安多次講數，對方見華喜又惡又癲，都係惹唔過，於是俾華喜喺九江街插旗。惡慣嘅華喜野心越嚟越大，80年代中期帶領門生殺入砵蘭街，搶奪咗多間夜總會嘅睇場，收取保護費。同時華喜亦好中意去夜總會跳舞，基本上佢去中國城或者油尖旺任何一間夜總會玩完之後就去簽單走人，從嚟唔會用錢去埋單。據江湖消息指出，如果叫華喜俾錢，最終嘅結果就係俾佢掃場。由於習慣霸道性格以及橫行夜場，華喜從唔放任何人喺眼內。喺90年代尾，一次喺尖沙咀東方皇宮夜總會玩嗰陣，闖咗大禍。當晚華喜照常喺場內通宵玩樂，場內亦冇人敢得罪佢。啱好另一幫派正值係和勝和坐館嘅雞腳黑嘅老婆，咁啱帶朋友過嚟消遣。由於華喜同雞腳黑素有交情，佢老婆就禮貌咁過去同華喜打招呼，並坐落嚟飲酒傾閒偈。之後唔知係咩事得罪咗華喜，雙方開始言語衝突，加上華喜已經有啲醉意，怒火一下子就燒咗起身，竟然出手推跌雞腳黑老婆，之後更一巴掌打過去。呢一巴掌不僅打咗雞腳黑老婆，亦打咗雞腳黑同成個和勝和幫會。
佢老婆即刻打電話俾老公雞腳黑。由於當時和勝和正入侵新義安喺尖沙咀嘅地盤，為公為私，雞腳黑當然趁機將件事搞大佢。之後親自帶咗過百人馬包圍東方皇宮夜總會，點名揾華喜算賬。進入夜總會後，雞腳黑見老婆被打傷，亦怒火中燒，喺花盆嗰度攞起一嚿石頭，搏命打華喜個頭。華喜當場頭破血流，走都走唔切。雞腳黑同手下追到門口嗰陣，華喜已經登上咗自己嘅座駕，喺百幾人嘅包圍下，佢並唔逃走，反而企圖開車撞向雞腳黑，打算一齊死。嗰個時候，雞腳黑嘅徒孫而家已經係和勝和前坐館嘅薯仔，眼明手快，衝到前面開車門後掹走車匙。雞腳黑等人將華喜拖落車，就喺街上面圍毆佢一餐。當時和勝和趁新義安龍頭家族接受招安，想借勢坐大，並想成為香港本地第一大幫會。華喜一向係江湖人眼中釘，雞腳黑趁呢個機會勇戰14K 惡人華喜，亦變成和勝和向外宣傳嘅威風戰績。幾乎成個和勝和成員都對外吹大呢個故事。面對和勝和成個幫派圍剿，14K 幫眾又冷眼旁觀。華喜再好勇鬥狠，亦唔可能再戀戰落去。之後佢過咗澳門做賭，亦好少再涉足油尖旺嘅夜場，因為性格關係，佢喺澳門多年嚟亦闖唔出個名堂。據了解，黑幫14K 一直好似一盤散沙咁，就算有人才以及再打得嘅人，亦因為利益勾心鬥角而互不合作。喺有精神領袖人物嘅約束下，先令幫會嘅氣勢一直不如新義安同和勝和。例如華喜同雞腳黑嘅恩怨，雞腳黑用成個和勝和社團嚟挑戰華喜，而華喜雖然係14K 嘅，但呢個幫會早已各自為政，再加上人員問題，所以冇人幫佢出面。總言之，喺絕對力量面前，就算你再打得，都係多餘嘅。雖然曾經權霸江湖，但華喜強調絕唔沾染毒品同馬艦，佢認為自己係講原則嘅，我點野火都好。你睇下我以前嘅記錄，我唔賣白粉，我又唔搞黃色事業，我靠睇賭檔，仲有夜總會做保安。有傳言油尖旺區嘅馬仔同佢搵錢嘅有成千人咁多，但喺江湖人士嘅角度，華喜係死咕咕唔識得變通嘅。佢飲酒使好多錢，做得大佬又要場面，斟茶遞水在所難免，所以華喜花錢如流水，佢又唔識開拓賺錢。邊度仲有黑社會單靠霸地盤收保護費咁落後㗎？問及華喜當年嘅戰績，華喜唔想多講。我後生嗰陣比較曳，我老咗，而家嘅世界留俾啲後生人啦。只見佢一面沉醉喺懷舊金曲嗰度，同一眾江湖老叔父劈酒猜妹，江湖嘅事今晚通通拋喺腦後。再惡嘅人亦會老，又有新嘅惡人上位，呢個就係江湖。